機械人速遞第82個賽日，6月25日，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740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6匹，入圍2匹；落飛提供18，入圍12；回飛提供6，入圍4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11號金鑽精靈，標籤古惑，全飛拉動5.61。第5場5號川河洞區，標籤小心，拉動4.9。第6場5號勇者無敵，拉動5.15，力度4。第7場1號奮鬥心，標籤古惑，拉動3.77。第9場7號騰龍四海，拉動6.11，力度4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7號進優自在，標籤高基，全飛拉動1.64。第3場1號中環精英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56，力度4。第4場1號起旺區，標籤小心，拉動0.59。3號爭金奪冠，拉動1.41，力度4。4號寶城智星，拉動1.63，力度5。9號快活英雄，拉動1.56，力度5。第5場3號八進巨星，拉動0.36。第9場3號電源之區，標籤實力，拉動1.99，力度5。9號醫神，拉動0.03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5號好節拍，標籤實力，全飛拉動-7.52。8號東來欣賞，標籤直播，拉動2.19。第3場4號雷神太保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19。第4場5號奮鬥輝煌，標籤高基，拉動3.93。第5場2號四季醒，標籤實力，拉動8.77。第6場2號快博，拉動5.24。第7場3號農民邊影，標籤高基，拉動8.18，力度4。7號加州活力，標籤高基，拉動8.63。冷馬系列突擊馬，第1場4號謙謙君子，非佔比7.18，全飛拉動-0.55。第2場4號人人有餘，佔比6.58，拉動0.77。第3場7號維港激流，佔比7.52，拉動0.99。第6場1號有紅利，佔比8.77，拉動-0.81。第6場6號比特星，佔比8，拉動-0.04。第7場2號川河首區，佔比7.26，拉動2.22。第8場1號信心星，佔比7.78，拉動2.69。2號有財有勢，佔比6.48，拉動-0.57。第9場1號風雲武士，佔比7.77，拉動2.33。7號騰龍四海，佔比8.24，拉動6.11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